Hello，大家好，我係登勤啊，歡迎大家嚟到收睇星期四傾下偈嘅第4集啊。今日唔係直播嘅星期四傾下偈啦，咁我想今日就回心一面嚟到一間密室嘅地方去同大家拍呢個星期四傾下偈啦。咁我今日最主要嘅一個topic 咧就係講緊喺2025年啊，1年前龍樹亮寫嘅一本《我所看見的未來》。佢有一本嘅書啦，佢預言寫住2025年嘅7月先係真正嘅大災難。咁而家就我拍片呢日就係2026年嘅1月3號啦。咁到而家都仲未出現龍樹亮喺本書所講嘅呢個大災難。咁可能有啲人都仲未知我所看見的未來呢本書係發生啲乜嘢事啦。呢本書其實係一本預言嘅書嚟嘅，佢成功預言咗311日本2011年嘅311大地震呢個嘅預言，係本2010幾年嘅2000幾年唔知初版係幾耐啦。呢初版嘅一本我所看見的未來裏面係精準咁寫咗呢個嘅預言嘅，而曾經喺2011年3月11號亦都發生咗311大地震嘅一個大災難啦。咁去到而家2026年啦，經過咗佢預言嘅4個月，去到2026年都仲未發生喺佢本書所講嘅南海海潮大地震。咁究竟係發生啲咩回事呢？我哋即刻探討一下。我哋喺探討之前，不如睇一睇而家呢本《我所看見的未來》嘅封面啦。咁大家見到螢幕正中間嘅呢個位係明顯寫住咗大災害發生於2011年3月㗎。而我哋將佢去到新版2021年嘅新版，真正的大災難是在2025年7月。咁咧，其實字眼上都有啲改變㗎。佢下邊係真正嘅大災難，係大災難，而311嘅位置咧，佢係寫大災害嘅。咁所以咧，字眼上有啲唔同啊，呢個位就唔知佢想發表啲咩嘅一個分別啦。咁但係咧，當中佢所預言嘅所有所有預言咧，當中大部分咧都係曾經應驗過嘅預言嚟嘅。咁當然啦，2025年7月都當然係仲未有呢個嘅應驗嘅跡象啦。咁當然啦，喺近期咧，日本都發生咗幾次嘅地震啦。咁但係咧，個災害咧就未去到龍樹亮呢本書寫嘅咁大災害，因為佢裏面其中一個災害係講咗話，土地咧，台灣、菲律賓嘅土地咧係會同香港、大陸連埋一齊。咁當然而家未發生呢件事啦。咁所以就呢本漫畫嘅可信性咧，即係呢個預言嘅可信性就未必會應驗啦。咁當然，我容許我引用翻直播能接觸而一位嘉賓嘅一個説話啦。好多人知道嘅一個災難咧，其實有機會咧唔會係即係咁多人都知道呢個預言，係咪先？好多人都知道呢個預言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咁多人知道嘅預言咧，好大機會咧係會延遲應驗嘅。咁我唔知延遲應驗會延遲幾耐啦，係啊。咁總之過咗呢個預言4個月、5個月都仲未發生呢個預言嘅應驗咯，係啦。咁我哋即刻探討一下地震點解會發生，同埋呢本書嘅跡象。我想大家睇咗呢段片嘅冷知識嘅片先。我已經聽到你喺心入邊唱緊啦，真係好難聽，好難聽啊！搞到裏面大地震，我耳仔都破產啊！我係聽講有個教授預測香港廣東嗰邊會有地震，我想知係咪真啊？你知啦，我揸的士嘅，唔想過海啊！唉，你班愚蠢嘅人類，首先佢係預言，而唔係有科學根據嘅預測。仲有咁容易預言得到啊！我哋成班精靈都失晒業啦！咁點解天氣預測到，地震又預測唔到啊？
如果有人話可以預測地震，我哋起碼會期望佢可以明確咁預測到地震發生嘅時間、地點同埋震級。有人嘗試研究睇下地震發生之前會唔會有啲先兆，例如生物嘅異常行為、地下水位變化等等。雖然有時佢哋的確喺地震發生之前見到呢啲現象，但相反亦都有好多時候呢啲現象發生之後都冇地震㗎，亦唔係每次地震發生之前都會出現呢啲現象。有好多其他自然或者人為嘅原因都有機會引起呢啲現象，所以當觀察到呢啲異象嘅時候，其實冇辦法確定係咪地震嘅前兆。以現今嘅科技，就算係專業機構都難以準確預測地震㗎。任何科學理論必須經得起重複印證，有以所謂成功嘅案例只可以作為個別例子，唔可以作為科學理論㗎。一句講晒，真定唔真啊？世界大部分嘅強烈地震都發生喺地殼板塊邊緣，香港位於歐亞板塊之內，唔係處於板塊邊緣。著名嘅環太平洋地震帶位於歐亞太平洋同埋菲律賓板塊嘅邊界，並且貫穿日本、台灣同菲律賓。香港距離呢條活躍地震帶都幾遠，發生大地震嘅機會係好微㗎。答咗你咁耐，順便請我過跑馬地個氣象站啦，冇藉口啦啩。 What time is it？ 交更。好啦，我哋睇下氣象冷知識嘅呢幅圖啦。咁大家小學常識都學過啦。咁地震點解會發生？就係因為板塊同板塊之間移動啊嘛。咁嗱，日本嘅位置就喺呢一個位，呢一個島嶼就係日本啦。咁日本咧，隔離嗰條南海海槽嗰度咧，係日本板塊附近嘅。咁所以當然南海海槽會發生地震咧，絕對唔係冇可能嘅事。咁但係大家睇片都睇過啦，預言並唔係科學根據，就算一次半次預言成功，都未必次次成功。咁所以呢一個預言，大家聽咗就算啦，好唔好先？好啦，今集嘅星期四傾下偈先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係咁先，拜拜。